我们这次新购的10台消防车辆啊，第一个是它们都是双舱式的，双舱式就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消防人员出勤的部分，它可以比例我们至少2-3个人以上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出勤，不会像以前就是单舱的，它人数会受到限制。再来的它会搭配我们很多的安全系统，像我们的行车辅助的视野的辅助系统，跟一些盲区的侦测系统。那我们已经加速汰换本市的各类型的消防车，那明年还会有更多的消防车会汰换。我们希望这些新式的消防车投入以后，对台南市的公共安全、市民的财产、生命的保障更有发挥强大的效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总共有7台这个水箱车，2台小型的水箱车，以及1台大型的水库车，这些都将直接投入我们各个大队来负起维护市民财产、生命安全的责任。那尤其大家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这些水箱车、水库车都可以马上形成即战力。那我们消防弟兄的训练也会同步的加强，不管包括新形态的各式的，包括锂电池的这种火灾，也包括其他的无人器材，包括履带车、履带水炮车、水务车的这些操作，都会让消防弟兄姐妹更加精进。那另外呢，这样无人操作的这个游泳圈或者是无人操作的这个无人艇。这个部分呢也会加强，因为夏天水上活动增加，那为了避免一些溺水事件，这些都会一步一步的在软体跟硬体方面努力精进，也希望在我们国人的在台南市的救灾抢险部分能够增添新力生力军。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7月1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所处中兴宫的运王祭，因为历史悠久，佮完整的保留文武顶头等等的鼓励，所以希望会当列入国家无形文化资产。立委郭国文接受地方陈情，特别邀请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南下会勘。希望后一个科技进程会当顺利审议通过。台南市安定区所处中兴宫3档1科的运王祭当中，消王尊送陈水爷由天河仪式当头戏，早伫1770年的举行，历史悠久，加上相关鼓励完整，2010年的订立相关民俗甲有关文物。不过，灭方徛伫完整文物殿等无形文化资产的顶柜，希望进一步对市定到国家级的保护展出。你譬如像王船，阮阵无咧外请呢，阮拢家庄内家咧做呢。阮后文武殿，阮也是拢家庄内呢。阵你若讲要有一殿武殿，就足不得了啊！阮文武殿还阁保留掉的。阮阵虽然社管，但是阮文殿阵嘛也有咧考啦。即个所以讲阮千岁爷若科技到无一项阮会去做改变的，就是讲维持阮原底所有的文化。所以讲希望即个政府咱国家会当维持即个，无阮小庄头也无企业咧停，阮每一科拢是安尼，就要3尖5尖出里底人扣，所以讲真辛苦啦。每一科就开1000多万一个庄头安尼也有8角头，你来咧烧停，安尼扣几百万啊，佮对外募款几百万啊，安尼阮倒有通做一科少。你若有政府对咱烧停互阮会当延续即个文化，迄也是国家之幸啦。为达成国家民俗目标，地方向立委郭国文陈情，在和立委就邀请立法院财委会南下座谈，包括文化部、主计总处、审计部等单位拢到场。咱地方文化局甲文资处嘛乐观其成，表示会全力辅导，同时文化部的官员嘛当场答应会全力配合。我柳亚郎所以我回到大家在这里看到大家都觉得好兴奋哦。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有委员有这样子
坦白讲啊，我们都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文化预算这么少，是不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块？但我今天连续听2场，我就觉得委员对于这个文化事务的思维啊，比我们都还要进步和先进呢哈。他就是不是看单点的，他要看整个面状的、带状的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因为各位的努力啊哈，让他看到了这个契机啊。所以我希望说，以后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部门的共同协力呢，能够在局长的带领下，只是局长从大学来，从我们博物馆来，他对这方面的专业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再跟各位的这个热忱和努力啊，一起结合起来。我想，这个委员所交代跟指示的，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好，以上。如何将无形的文化资产整合电线面串联，将是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所以，顾问强调，包括安定所处中型宫、甲第一大天区政府宫拢同款，会全力争取成国家名胜。希望后一个科技进程会当顺利审议通过。那无形文化资产呢，优质的宗教文化就非常重要。特别呢，我们原来曾文溪廊带这边呢有这个王尊节，这王尊节呢，不管是西港乡啦、客家乡、麻豆乡、嘉义乡，咱安定中兴宫这王尊节都相当的有意义吼。咱希望呢，将来让更加多人看得到，让它形成另一个台南的观光动能，同时也可以延续优质的宗教文化。所以这是今天特别办理这个会刊的最主要关键的原因。我希望能在下一次咱做就进前这无形的文化资产的成分会当提升，提升变国家级的无形的文化资产。这嘛是今仔特别邀请文化部南下的上届主要的原因。我嘛希望台南市政府会当继续推动。甲预计3天后，文化部专案考察小组才会当现场记录，并送交文资审议会认定。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善化区东势寮清水公园有大片的水池啊，现主时却被水瀑量入侵，当地居民烦恼最近天气非常的热，会造成蠓虫，希望会当赶紧清除。但是要清除水瀑量真正是大工程，管理单位经济局无法度负担，所以除了希望区公所会当协助以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等风台来。3.2公顷青净净的一片，看起来相当的水。这是东势寮清水公园的水穴，是当地缺水池。也毋过毋知影为虾米时阵，水面上拢是水瀑量。当地烦恼会影响环境，希望会当赶紧清除。都会生蠓虫啊，安尼看到嘛压杂。就是啊，拢是巧的水质足歹啊，水质外歹点呗。这现在这乌蛇软的，甲伊逼起来，你就唔敢大只做啊，足臭啊！这拢庄卡是做田人啊，大家加嘛来养来创啊，安尼尔。你要用这，唔是讲3-5万就用得起来呢。水瀑量原本是做景观使用，虽然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但过生态速度真紧，会造成水质优氧化。区公所回应，若要清除，费用要由经济局负担，而且公园水穴水浅，清除作业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怪手下去的话，因为现在它那个虽然没有水了，但是它会陷下去了，很危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一口气把它全部都清除掉的话，你今天只清除一部分，过2-3天它又长满了。所以，纵使找到经费，也很难处理。一定要固定的管理，做水域的疏伐，留下小部分让它继续长。你疏伐起来这些东西，你只要经过曝晒，它就变成有机质，然后可以作为肥料。这种状况是地方几十年以来头一回。最近一摆清除是靠风台把水瀑量冲入闸门溪，由天来解决。虽然造成公园生态冲击，不过有人翕到保育类林甲鸟仔的踪列，嘛算是另类欣赏鸟仔的所在。台南新闻出会采访报道。市府教育局学生辅导咨询中心委托台南市教育甲儿童青少年发展协会办理113年青少年探索班，甲台南大学戏剧系合作，伫7月11號舉行戲劇成果發表會，讓青少年演出家己的生命故事。
透过肢体动作来演绎家庭应该爱有爱、和平相处。这一步一步的剧情，拢是来自113年青少年探索班校园的真实故事。主要是希望这些学员能够透过戏剧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些学员非常的辛苦也很用心的在投入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计划由理校协会办理这档，辅导成效相当的好。去年是歌戏结合性别反霸凌议题，今年是甲咱大戏剧系共同指导学员发展出家己独一无二以家庭为主题剧本，是创新的辅导模式。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在动态的一些戏剧的练习，也透过画画或者是说故事的方式，让他们对于内在有更多的一个探究。所以在整个过程，今天的成果最主要是这整个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个集结、探索自我，然后再结合说探索班的一些的辅导措施、辅导会谈工作体验跟生涯探索的课程，来去让孩子们的话比较有机会可以去往就学、就业之路来去做发展。透过辅导会谈、生涯探索课程活动、工作体验等辅导措施。希望协助青少年改善修复家庭关系，找到人生的方向。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教话图已经30档的郭桂玲老师，为16档前伫喜树仔图书馆办展览以后，南区区公所差不多每2档，都会邀请伊甲学生做伙来参展。今年配合台南400主题，伊嘛画出台南的古迹地景甲美食小吃。邀请民众前往参观欣赏。讲到台南，不管是地景、文化古迹、甲美食，拢是多数人印象。为了让观众对作品当中感受台南的丰富甲美好，对2013年开始，差不多2档一摆，由南区公所邀请办展览的郭桂林老师，今年再次联合这些学生，以台南400彩绘南风为主题，展出29幅画作，相当逼真。因应台南400年，所以我们这次展出的图都是跟我们台南的古迹、地景，还有美味的小吃为主。好，然后呢都非常生动哦。像有油画的部分，我们主要记录的是风景类的。好，那美味小吃呢，大家有看到就是比较精细的，好，有水彩的地景，或者是色铅笔画作的美食，好，都很代表我们台南的特色。所以我们特别呢。好，请我们画室的学员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这样子把我们台南的最有特色跟大众分享。那这次的画作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哦，将台南各地的一些名胜然后那些一些风情都已经展现在我们的画作上面。那除了我们郭老师师生联展的画作之外，我们这一次那个喜树图书馆在暑假期间也有举办那个练练府城及启动阅读的这些一些有关多元亲子的一些活动，一些体验手作的一些活动那也欢迎大家那踊跃的来报名参加，也欢迎各位到我们喜树图书馆来借阅书籍那充实一下自己。甲学主任已经30档的郭桂林老师，目前各行各业的学生拢有学员对完全无基础，到会当办展览，收获满满。这几年下来，我不敢说我油画的成就是怎么样，可是我会觉得说，有看到慢慢这几年就是跟初期的作品是真的也有不一样的差异，然后老师也会从旁边，他不会说你一定要照我老师的风格，那老师会就是说，你的个人的那个风格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比较让我们自由去发挥。那老师在稍作指导，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初学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注意。所以说，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在画室是一个很快乐的，可以让自己觉得说在那边，你不是说一个很强迫自己去学习的一个那种压力，是很放松的一个学习动向。该展览对7月11号开幕到10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踊跃来到喜树图书馆参观。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
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由台南市民德、彰明、安顺甲金城国中15名选手组成的队伍，代表国家参加2024世界青少棒锦标赛。在菲律宾的决赛当中，以1比0打败日本，取得亚太区的冠军。8月初将代表台湾前往美国比赛，都有企业特别宴请教练甲选手，为因加油打气。中华台北青少棒代表队6月21日在菲律宾的比赛，最后以1比0打败日本代表队，取得亚太区的冠军荣耀。8月初将代表国家前往美国比赛，为鼓励这小选手，嘉南药理大学校友会创会理事长，也就是宜康连锁药局创办人庄秉耀，12暗时在总理大餐厅发起企业赞助物资以及募款参会。望会当抛砖引玉，邀请各人大众做伙来关心棒球体坛盛事。我们台南市的小朋友们有这么好的表现，那成为台湾的代表队中华队，又能够在亚洲杯取得最好的成绩，那代表亚太呢参加世界杯比赛。那当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成绩的时候呢，我就希望呢，请他们好好吃个庆功宴啊，吃个大餐，让他们更营养、更健康。另外呢，我也利用我的影响力呢，来招募更多的好朋友们、企业家来共同来支持这个球队。所以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大概有募集了将近20-30万的物资、营养品等等，以及呢款项也20-30万，用来支持我们这支球队。看到遐尔侪人热情的支持甲大力赞助，中华代表队为教练到队员，每一个人拢非常的感谢，表示要将总冠军摕回来台湾。看到各位董事长以及各位公益企业家的这样的协助，让我心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蛮感动的。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个感动以及压力当成是我们的助力。当然我也不断的跟小朋友讲，我们取之于手，我们也要用我们尽我们最大能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下个月到美国，要把冠军拿回台湾。好，去美国比赛有没有信心？有。想要有什么战术吗？有的我们的选手全力以赴，只能赢不能输，只能赢。对，只能赢不能输。传回佳话，对吗？赢球战术。中华加油！中华中华中华！加油！这场参会也来了真侪贵宾相听，有书法画家王海峰、英利赛主会会长陈香玲、歌手许其成、尤一成、恒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嘉南药理大学校友会、后备宪兵协会、中华愿望协会、台湾艺别书法协会，甲真侪赞助企业也拢出钱出力，最后总共募得20多万，作为中华代表队的加菜金。金牌一条根，为你加油！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谢谢。台南市民周梅香甲25位好朋友，因为感受到新疆朋友出入无方便，所以为3天前开始捐钱，要做伙买一台护空巴士来帮助新疆朋友。日前由市府社会局举办捐赠仪式，将这台车号名叫做“合善缘”，就是希望结合众人的善心，甲绿色结缘。过去民间捐富康巴士拢是企业起来是个人直接用一笔经费来买车，不过这回却是25位市民3天前共同下愿集资来回馈帮助新疆朋友。对此嘛，予市长相当感动，亲自颁发感谢状，予周梅香、林曾丽珠甲李瑞星3位代表长明温馨。台南市的富康巴士现在有155户那有的就是说开始要慢慢汰换，但是呢，从1月到5月，我各位富康巴士总共出行了12万6千趟，12万6千桩，服务
23万，23万0900多人哈，就是将近23万1000人，12万6000除155，那每一天大概要出行20多趟哦，而且来说使用率很频繁、很高、很大，就是说这部车每天都要出行20多趟。所以这车那魔术做大，所以加感谢我们真的谢谢庄美香女士，还有李瑞生先生，还有李珠小姐，能够帮忙能够让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能够有最大的帮助。根据消委局表示，目前台南有155台富康巴士，敢若今年1月到5月的出勤126000桩，使用相当频繁，而且一旦超过年限就要汰换，所以民间持续关注对服务作息相当要紧。台南新闻管及何秋邦采访报道。那保这大歌厅甲诸葛亮，对56年级生来讲，应该印象深刻。每年将的是歌厅歇业30周年，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除了连续3档举办那保这演唱会以外，也将推出记录那保这守护特典、影音计划甲纪录片，让大家了解歌厅首场伫台湾历史上曾经是偌尼啊请名。大家好，我是诸葛亮。感谢咱记者朋友为着那保这大歌厅的公演，伫这里开记者会。熟悉的诸葛亮声线又再度呈现在观众眼前。对于5、6年级生来说，蓝宝石大歌厅和诸葛亮可是一点都不陌生。蓝宝石大歌厅是台湾歌厅秀场文化的孕育基地，明年也是歌厅歇业30周年。高流中心对此推出了蓝宝石系列的影音计划，不只还原当时蓝宝石台柱主持人诸葛亮的造型和声线，之后也会推出纪录片以及口述历史的展览，让人走进蓝宝石璀璨的时光隧道。其实最难的就是台语的表达，对我们写的文字稿如何透过模仿诸葛亮朱大哥的语气去把它说出来，然后再就是他的语调、速度，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过程。我们会从蓝宝石大歌厅衍生出一个秀服的特展。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连续2年推出蓝宝石大歌厅演唱会，今年特别邀请到胡瓜担任主持，希望不止复刻，还能复活蓝宝石。瓜哥会希望说，透过他今年的参与，那今年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透过一些新的台语歌手的加入，让蓝宝石大歌厅有新的面貌，能够让有更多的新血能够加进来。 2天演唱会适逢父亲节前，高流中心希望民众可以携家带眷，不止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可以重温当年，也让年轻人认识台湾曾经灿烂的流行秀场。记者王仲凯、李凡飞，高雄报道。高雄的凤山火车站大楼空中凤城将要完工，不过车站的宽中道路因为面体挡伫中华道路顶面，造成交通的动线无好。不过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判定，市府土地中划分配是违法的，中划区全部的土地必须要重新分配，所以地方希望市府会当积极沟通，取得共识。 高雄的凤山火车站空中凤城，有着全国唯一古城车站大楼的称呼。随着高雄铁路地下化，凤山车站也迎来了重新改建，朝着商业车站大楼的形态做转换。而为了解决周边本来就不好停车的问题，除了地下停车场之外，目前还另外规划了总计12个停车场。它如果这样子的比例原则来看，应该会是不够的。 因为连附近的住户，其实他们也都一直很希望说，如果到时候有车站，他们也可以有一些住户的优惠方案，或是他们可以先去承租，因为连住户都没有位置停。所以，如果真的吸引外来很多客人的话，我会希望说，那个车站应该要赶快去完工，去疏通这边的车辆。这样，目前凤山火车站周边既有6场的路外停车场，那已经完成设置，就是小型车可有达到513席的部分，机车有700席的部分，那后续在规划，我们有5场已经在申请跟建制中，有可再提供小型车144席，机车138个的部分。目前有5座停车场已经完成设置，可以停放1000辆的汽机车。另外还有6处停车场还在申请建制中，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再增加300多个的停车空间。
而台糖收回旁边的公务所土地之后，又可以增设140辆的轿车停车场，有机会可以解决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台糖的土地那一块目前是借给公务所来做使用，后续在火车站完成之后，他会来做相关的标注，来做路外公共停车场的使用。如果含台糖，目前我们路外总共可以达到12场的路外停车场，总格位数可达到小型车797格，汽车的部分有达到838席的部分。随着7月车站完工，地下停车场也会全面开放停车，将会有近1000位的停车位。但目前停车场的引导动线好像对未来的旅客不太友善，想要进到停车场需要绕上好一大圈，实在是有些难找，而且不方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的车站后方其实它是有一个停车场的，很多在地的他们都知道有这一个停车场，但是在地的可能知道附近还有其他的比较好停的，或者是他们动线比较方便的，他们会去停其他的地方。但是外地来的话，其实因为指引的动线不够，所以外地的其实都不知道后面有一个临近车站最好使用的停车场，所以会希望未来如果开通之后，希望可以赶快再把一些路标的指引再把它加强做好，这样子。高雄空中凤城准备在今年的7月14日完工，预计可以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随之而来的停车交通问题，也将会是未来要持续关注的课题。记者孙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1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